轮回之事无有实意，并且没有完结的时候，正在享受之中，不知不觉已感受到衰老的痛苦，致使周身体力逐渐减弱，分泌食品不能消化，眼根减弱，看不到远处的景物或细小的物体，耳根减弱，无论说话声音如何都听不清楚，舌根减弱，品尝不出饮食的味道，并且说话吞吞吐吐，一根减弱，记忆模糊，健忘，昏昏沉沉，口中牙齿脱落，不能咀嚼坚硬的食物，而且口齿不清，体温失调，衣服稍微有些单薄，便会觉得很冷，指智力下降，所以不能承受重衣，自然渴望玉妙受用，却无力享用，身体的丰满衰退，所以承受力、忍耐力很脆弱，受到众人的欺辱，所以内心异常痛苦。以身体的四大问断，所以遭受许多疾病和危害，一切行动都无理而且艰难。如密勒尔巴尊者说，发出木掌之体是巧啄小鸟之走时，重物落地是做事，倘若居住吃三事，祖母身衰心已败，外配其居诸皱纹，内视血如现凹凸，视眼朦胧，静迷乱。倘若居住之三事，祖母视线愤怒目，身着沉重男女衣，口是冰冷浑浊时，睡处是成皮垫肉。倘若居住之三事，人口健大似正时，站起的时候不能立即起来。哎呀，那这些都是会出现在老人的身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老人的时候呢，老了以后呢，就很多的事情都会变化。其实讲这些老人的变化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就是往这个死亡的路上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生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自己已经老了。那么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多的时候，我们就经过一些现在的一些医疗的方式，然后就是去做美容、拉皮，这样的话就会有用嘛？当然也没有什么用。那我们做这些以外呢，就是用这些钱跟用这些心事，好好的休息，用这些钱来做一些上供下施，真正的能够就是有对我自己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会有帮助的一些事情的话就更好。但是实践人更不会是这样做。实践人如果是有些稍许能力的人来说的话，就是尤其是女人老了以后呢，就是去做美容，然后就因为这个做美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就不承认也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的这个变化。实际上来说呢，就这个没有太大的用。但这个方面我们就是修行人来说的，那肯定有不一样的，因为这些方面来说的就不太有严重的执着，所以就是无论是在修行人里面来说的，也是要看他修的好与不好，这个是比较重要。但是最起码就是能够可以面对自己的生死轮回的时候，跟一般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是穿衣服的过程当中，那有些人就是说现在的衣服穿来就是对身体就是怎么说呢，那个不太合身等等，有这些想法。实际上来说也并不是说衣服合身和不合身的，因为你自己的那种
感受这些感觉的这个能力都是已经消失了所以就是使用饮食也一样然后穿着衣服也一样，然后就是睡觉的这个床也一样，都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呢，最主要呢，就是身体的直觉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肉体是由四大的营养组成，四大的因素组成，我们就形成了肉体。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但是它有一个过程。当初呢，就是聚集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缘起之上。然后它呢，就是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过程，那到最后它严厉这个肉体，而且是把所有的这些四大的因素都是推会四大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是到了年纪一年比一年老的时候，那么这些四大的因素都是在从身体的这个营养里面，身体的那个怎么说呢？里面呢，就是一点的慢慢的消失的时候，那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所以这种时候呢，让我们知道这些呢对我们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必须得要认识自己的现实的状态。认识自己现实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内心里面完完全全放下一切对这些的执着。那么我们常常说修行人放下一切，并不是说你现在开始不要生活，不要工作，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要放下的就是除了这个生活跟工作以外的最严重的执着是什么？对我自己的相当就是对自己的邪入的这些执着的，对我们自己没有认出自己的状态的这个执着是必须得要放下的。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我们现在的那个状态，老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些老的形象都是发生在自己的前面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可以作为就是死亡的前兆当我们失去了对食物的这个怎么说呢使用的这个能力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要知道，这也是我们的死亡的一个前兆。当我们知道到就是怎么说呢，衣服的一些怎么说呢臭感跟一些味道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要知道，我们这也是一个发生在我的身边的一个死亡的征兆。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变差的时候，那也是要知道，也是死亡的前兆当我们的怎么说呢，耳朵听不见声音的时候，或者是听力变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也是我们的死亡的前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四大组成的肉体，它聚集也是一种缘起，但是它的所有的这种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肉体也是会有一天会消失的。那么这个退也是一种缘起，所以就是这个一开始聚集的缘起都已经聚住了，但也是它到了一个中年的时候又开始要退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知道退，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圆满的一个生命可以说是一个在今生健康无病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也是他的寿命也是一个极限。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必须得要走的。所以这些道理一知道的话，对我们修行人来说的话，起什么作用呢？那就是我们可以能够精进的修持佛法。精进的修持佛法，在这一生我们得到的这个下半人生才是没有浪费。而且我们可以在前面所讲的，在轮回的过患当中所讲的这些怎么说呢，地狱恶鬼出生这些的痛苦，都是我们再也不需要面对的所以这一次当中呢，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在永衰怎么说呢，头轮盖，就是前面有讲的，就是前文里面所讲的头轮盖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这个这个什么头骨的这个骨头，这一次我们就是一摔到它的时候，再也不需要投胎到这个世间轮回的这个意思，能够可以在证悟佛果或者是我们可以能够直接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一切诸佛的净土都是一样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也是在
整个的在极乐世界的过程当中，都是只会快乐跟幸福，而且是修持佛法，到最后就是会成佛的，所以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些一切的这个殊胜因缘的机会，是我们现在就是做人的时间，我们出生在南瞻部洲，然后就是那个获得下面人生的这个下面人生的这个时间，能够可以争取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的寿命就是就像一盏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一盏灯点完了，就是没有熄灭之前，都是它的灯油是一秒、1分钟、1秒钟都是不会停下来的，都是在升耗之中。所以我们的生命也一样，当我们出生到最后的死亡之间，我们的寿命呢，就是一天一天一天的，都是在每1分钟、1秒钟的时间都是在变化的之中，没有1秒钟的时间停下来的。所以变化在哪里？一直有往死亡的路上，接近死亡。所以呢，就我们一定要就是坚持，然后就是珍惜这些时间。要用对，那所以我们老了以后呢，就是要坐下来或者是站起来，所有的行动都是不是那么方便嘛？就像从坚毅的大理中拔出木桩一样，所以就相当我们就是所谓的一个东西，相当木桩也好，一个钢罐一样，也一样，就是如果是在把它那个打在那个地里面的话，我们就是用2个手把它拔起来的话，那就是很用力，而且是就非常辛苦嘛。就像那个一样，我们一个老人家老了以后呢，要站起来的话，也是必须得要用2个脚还有2个手都是要地上，然后就是慢慢的可以，就是像拔木桩一样，就是站不起来的所以非常的辛苦。行走的时候，弯腰低头，双足不能迅速起落，缓慢而行，就像孩童悄悄地取着小鸟一样。坐下的时候，由于手足所有的关节疼痛难忍，不能轻缓坐下，身体沉重落下时，如同重物坠落到大地上一样。身体的肉也耗尽了，所以皮膜寂寂，身体和面部全都布满了皱纹，皮内的血肉减少，所以骨节全都很明显。牙腮骨、关节头全都凸在外，因记忆力减退，所以变成了痴哑、朦胧，意识模糊，体力减弱，美丽容颜也易失去，所有的衣服沉重破旧，饮食也是残羹剩饭，舌的功能丧失，所以感觉所有的食物有冰冷有浑浊。因身体沉重，所以无论做任何事都极不方便，即便是四周都有依靠物，也无法经常从床上起来。那时候，外面的浑身衰老，里面的意识颓败，非常痛苦。容颜美貌消失后，皮肤出现了许多皱纹，所以实现了丑陋的愤怒母的形象，受到众人的欺辱，并且在途上践踏，再也站不起来了，正好是无有禁锢分别的正午这一样。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些一切的时候，那对于我们实践人来说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都会想起很多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多么的厉害重要，
那么殊胜，就是那个时候才会想到年轻的时候的很多功德，自己的很多功德。那个时候呢，就是众人对我就是好的部分，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这些人类里面来说到，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众人特别的就是关爱的那些人，就是老的时候，然后就是弱的时候，没有人重视他，没有人互爱他的时候，就更加的就痛苦。所以呢，就是有不同程度的。那年轻的时候没有人关爱他，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护持他的那些人，老的时候是不是不痛苦？那也不是一样的痛苦。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人关爱他也好，没有人帮助他也好，他自己有能力可以自理的。但是呢，老了以后就是同样的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关爱他，但也是他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他自己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更加的痛苦。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老的痛苦，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要感受的。家庭圆满的，自身圆满的然后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那个金钱跟财富圆满的一个老人来说呢，他老了以后是不是很幸福？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某种方面呢，就是会很幸福，不需要考虑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生活等等，也有人照顾他，但也是有另一种方面来说的，他也一样的很痛苦，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想面对这些老的痛苦，但是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么什么样子的人才是没有这些感受呢？就像刚刚在这里所讲的一样，然后就获得就是证悟的，能够修持佛法，得到就是怎么说呢？某种证悟的人来说的话，那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影响的，就是相当苦乐。你老也好，年轻也好，你什么样的有人对你好也好，对你不好也好，这一切都是可以从内心当中自己就是已经得到了对这个实践真实轮回的真实的这个面目，你自己已经肯定了。实践就是这个样子，人就是这个样子，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就感到了，然后而且是你就知道了怎么样子才可以从这个痛苦的在实践轮回当中去解脱出去，而且是你就是正在可以解脱的路上努力，你是有目标的，所以你有希望的。所以这种人来说的话，你的肉体的衰老也好众人对你的歧视也好，众人对你的这个重视也好，这些一切都是对你的内心的幸福跟快乐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除了这样的人以外呢，全部都是无论是在实践的这个财富金钱圆满也好痛苦也好，你富有也好，贫穷也好，你健康也好生病也好，都一样的，就有不同程度的感受都是痛苦。所以呢，我们在修持这个正法的这个道路上，真正的能够自己想要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有这个想法的人，真实的去修持的话，这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最完美最圆满的一个机会。所以呢，都是说怎么说呢？实践轮回当中能解脱是最圆满的，而且是一定要解脱是最重要的。这个最终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实践轮回就是这么的辛苦，所以这么的辛苦的情况下，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可以脱离实践轮回的痛苦那用修持佛法才是最终的。所以我们在好好的修持佛法的情况下，不管你年龄多大，或者是你落在什么样子的地步，跟你的内心的幸福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如果你没有去修持的情况下，你的家庭圆满对你也没有任何帮助，一样的面对死亡的痛苦，也一样的面对衰老的痛苦。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妇道人家的一个老人家，你是一个家大业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大家庭的一个爷爷或者是奶奶，当然就是众人
面前呢，你是一个在外面的社会上来看的话，你是一个很有福报的老人家，但是你自己的生老病死的痛苦是仍然都是你自己来要面对的。所以你看到你的子孙很圆满，他们都很幸福的情况下，那你也是不缺任何其他世间的物质的情况下，你内心没有痛苦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种时候你就是会更感到那种时间的欲望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所以就是内部的一切的这些矛盾跟一切的问题都是变成你的痛苦，因为就是你的怎么说呢，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失去了以后，一切事情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时候，你的痛苦还是比地狱中的众生比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的内心的痛苦。所以这个呢，就是表面的一切圆满是并不代表内心的幸福，所以就也没有办法圆满的。那如果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家庭也不怎么圆满的，自身也没有的这些就是孤苦的一些老人来说的话，觉得好像有家庭圆满、自身圆满的话应该很幸福，就这样想，但也并不是的。那因为刚刚讲的家庭圆满的那些都那么痛苦的话，那什么都没有的人是不是不痛苦？那也不是啊。你没有学佛的情况下，你也是一样的会有孤独的痛苦感，而且是有很多就是不满意的，很多的欲望还是存在的，但是只是一些遗憾再生，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幸福，没有什么不要说太大，没有一点点的幸福。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可以得到那种心理平衡的方法，就是往修行的路上精进努力的修持佛法，从内心里面得到真正的佛的加持，佛所讲的一切的这个道理的它的成就，它的精化进入你的内心自相续当中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证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圆满的一个修行人，而且你内心的所有的痛苦都是会取走的。那所谓的证悟就是成佛也叫证悟，所谓的证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证悟，就是觉悟，相当就是一个觉悟，觉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证的一种觉悟。你这一件事情相通了，你也是得到了一种证悟，一种觉悟。那么所以这个是有不同成就的。但是从修行的路上，以佛法而得到的所有的觉悟都是好的，都是解决你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所谓的佛陀所讲的解决生老病死，是不是你学了佛以后不会死、不会老、不会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失去从你内心当中的失去了你的对老的这种痛苦感，对死的这种恐惧，全部都失去了。然后最重要的、最殊胜的事情来说的话，就只需要面对一次死亡到最后的话，就是能够修得好的话，尤其是遇到大圆满法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能够可以做到今生修持圆满，即生成佛，或者是在中印的过程成佛的这么迅速的一个能够修持，能够得到圆满解脱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就是这个能不能够得到这个成果，是看自己今生修持的努力。所以看到这些殊胜的结果都是自由能够可以选择的时候，那我们更加要精进修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哎呀，我们刚刚到了哪里啊？那个因无法忍受，刚才念到可以看到了啊，因无法忍受这种衰老的痛苦，所以内心希望尽快死去，但是实际上又非常害怕接近死亡，因此这种劳苦也等同于恶趣众生的痛苦。虽然就是在人间，但是也是就是感受到老的痛苦的话，也是跟恶趣的众生差不多的痛苦。所以一讲到老的痛苦或病的痛苦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赶快就死了最好。有这种很多的老人家都是痛苦到看到任何人都说，哎呀，老了没有用了，
赶快死了就好了，这种说这样的话的人是特别多的，老人家里面平常的。但是如果真正的会死，那对这个方面他又是非常害怕的，非常非常害怕的。所以呢，这是什么样的人？这都是所有的人，普通的人。那修行人才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修行，才是最有帮助的，最有能够可以对生死面对生死轮回来说的话，那没有佛法以外，没有佛法更殊胜的，没有比佛法更殊胜的一个方法，所以要好好修持才是最重要的。自本作灵着空